见叶神大人。焦图在哪儿？叫他出来。焦图大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什么？叶神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属下找了您好久，都毫无音讯，还以为你……我怎么会被仙门那些废物伤到？主上没事就好。我等恭迎主上回归。你果然受伤了，还带了个仙门的人回夜族，还真是耐人寻味。您如此不顾夜族的安危，属下只好以下犯上。三界都在传说你逗留仙界，与仙界一低阶弟子勾结，助他拿神剑，还为他受了伤。我本以为传闻是假的，哼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你受了如此重伤，还敢带仙门之人踏我魔心殿，根本就是置夜族于不顾。既然如此，这夜神之位也是时候易主。那名洒扫弟子，把神剑交出来。我也想交出来啊！我身受重伤，如今法力大减，召唤不出来啊。那你们就去大牢里面好好休息。你若一日召唤不出来神剑，便就一日待在里面。好。这些卷轴记载着上古阵法，唯有找到那天长老们使用的阵法，才能助小鹰洗脱罪孽，重回九重香。就是这个阵法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你定然是有后手，依你多疑的性格，没有后手，绝对不会贸然来夜族。你悄悄告诉我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做？你就是我的后手。这算哪门子后手？时机已到。主上，属下焦图来迟。这就是那个逃跑了的焦图啊！不出主上所料，花玉营果然有谋反之心。我等早已设好埋伏，现已重新夺回魔心殿。花玉影去了哪里？花玉影带走了寒木归元石，退守至剑清圣地。主上，主上，你没事吧？叶晨渊，没事吧？这口温泉果真如此神奇，还可滋补身体，疗愈伤口。主上，您的伤势很重，属下这就为您夺回寒木归元石。若是强行抢夺，夜族必定血流成河。我自有办法。退下来。是。没想到是三界生灵如草芥的夜神，倒还挺爱惜自己人的。那当然，不像你们仙门里的师尊，对自己人亦心狠手辣。师尊才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把麒麟花还给我！就知道你没本事，抢不到。你怎么了？
叶晨渊，你该不会喜欢我吧？我发现你身上这些伤都是为我受的。我会喜欢你这种愚蠢之人。少自作多情。那是最好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要杀你的。我此时如此虚弱，你为何不杀？那是因为我是你的仇人，还是你只是口是心非的说要杀我，实则……别做梦了，那只是我们仙门中人救人的本能。把青玉花还给我！一个手环而已，那么在意吗？这好像与夜神大人无关吧？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？当然与我有关，这是九重霄的东西，万一谁和你取得联系，对我夜族不利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东西先放我这儿了。你是在耍我吧？你今天必须把青玉花还给我！你给我！你还敢来？休想进去！何必大动干戈？我来不过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不去找他，他倒来找你了。你来是要抢魔心殿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如今你我势均力敌，若是拼死相争，谁也落不着好。而且我想过了，我本就对你爱慕已久，如今正是我们共建业族、强强联合的好时机，所以我来，是想来向你提亲的。什么？什么？那么震惊干嘛？我可是很认真的。你有什么资格提亲？你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？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可若是我有来无回，这寒木归元石和剑晶圣地都会自毁。现在，我有资格谈判了吗？看来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。那是自然。我拒绝。你有什么底气拒绝我？剑晶就在他手里，我只要能拿到剑晶，便可以开封神界杀了他。是我也拒绝，只有这么点好处怎么行啊？除非你先交出剑晶，这样我们还能考虑考虑。你是因为他才拒绝我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间连着一条复魂锁，只有我们两人一同用神剑方可展开。只要有他在，即便你们成婚了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我都得在旁边。这样还是有点尴尬的吧？所以是你想要？你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让叶晨渊同意的。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他若是未来娶我，你们等着瞧。你想都别想！就3天，一言为定。等你好消息。解释你刚才的行为。解释什么？他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又能帮你恢复功力，还能给我剑晶，我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。白小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弄疼我了！别说我与他人联姻共治，我更不可能被你这种人当做交换的条件。我这样的人，叶晨渊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，我拿你当交换条件又如何？再说，是你跟我说，只有叶族有剑晶，我才随你来的。我现在不杀你，也只是因为你救过我。
白小莹一向恩怨分明。只是这样。我也有一颗曾经希望，你没有杀害我娘，也不是那个随意取人性命的夜神。吵个架都分不开，烦死了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不是跟我吵架吵的吧？我只是尚未愈。那你还不赶快答应怀玉影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们先去温泉，走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回春术练的一般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的灵魂破损竟然如此严重，这根本无法治愈啊！这是夜族的珍品补药，你多少喂他吃一点。我喂他，你看煮成这样，肯定自己吃不了，得有人瞧了用嘴喂下去。你不喂，难道我喂啊？我喂就算了吧。华云给的3天时间就要到了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不行，白小莹，他发病昏迷，头脑不清醒，你得清醒。不该有的念头要趁早断。对不住了。
他怎么了？这你还问？他重伤未愈，你不知道？料着叶晨渊威风一世，没想到竟被自己最相信的人亲手送到我的床榻上来。好，叶晨渊，你是我的了。等等，你得先把剑经给我。待我展开复魂锁后，人才是你的。行，但你得先让我好好看看。白小爷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。交出寒木归元石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早已施了术法，若我没命，寒木归元石和剑剑圣地都会走。那我就留你条命，我自己拿。叶晨渊，我花玉影不服。20年前，你来夜族，带我们攻上仙门，夺取剑经，然后你就闭关修炼了20年。这20年来，都是我和焦屠在打理夜族。如今，你连功力也只剩1成，根本不配奉你为夜神。等等，你说他闭关20年，那10年前，他也在夜族闭关吗？放肆！焦屠，这20年以来，是我们在对夜族劳心劳力。他如今功力尽毁，你还要听他的吗？因为他是夜神，焦屠只尊夜神。他可未必是真正的夜神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伤害至此？我们夜族的宝物剑魔印，可见真正的夜族之神。不妨请他出来见一见，看看这叶晨渊是否为真正的夜神。看来这剑魔印不认你，那你就不是夜神。焦屠，你看见了吗？还不跟我一起拿下他！你没事吧？快，趁华云影来之前，斩断复魂锁。什么意思？满足你的心愿。他们说你闭关20年，是真的吗？那10年前的上元节，你根本没有去苏城，也没有杀我娘，你为什么要冒认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世人对我的指控成千上万，我都不在乎。可你根本不是夜神。谁说我不是？斩断复魂锁，我要去花雨影。为何？她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还能帮我恢复功力，助我夺回夜族。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实在想不到，我为何不娶。可你不想娶她，你不爱她。现在我想娶了。叶晨渊，你不要这样。这与你又有何干？可我不想你娶她。为何？你为何不想让我娶她？因为
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只是这样。况且现在没有剑晶，我们也斩断不了复魂锁，不如等先拿到剑晶再说吧。斩得了。你不是说没有开封的神剑，如同废铁？骗你的，没有开封的神剑，斩断这根破绳子轻而易举。你骗我！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之前我不想，但现在我想。昙花一跃，丢残飞中梦似何以几尺长？几世千般唯有我手生情他。离愁非千山，渡不过彼岸。你不要！堂堂一个仙门弟子，和我这个魔头绑在一起半个月，竟不想分开。你当真要去华玉营？如你所愿。你们果然在此，我看你们往哪里逃！刚刚是被他强行带走，并非出自本心。现在复魂锁已被我斩断，已是表明态度，接受你的条件。果真如此？白姑娘与我再无瓜葛，与你联姻便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檀木归元石和剑晶即可。好，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自当双手奉上。至于白姑娘嘛，她也算我们个红娘，就留在这里好好招待吧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这10几年都恨错了人？叶晨远不是野神，那他真是为了帮我夺取神剑吗？白小野，你不是不懂我的意思，你是刚好可以糟践我的心意。他是喜欢我吗？你让我去花云野，我很难过。可他现在真的要去花玉营了，那我和他的这段时日也应该有个了结。那是小人的气息。叶晨渊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之前以为你是我的仇人，但是我发现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可我们的误会已经造成了，是我亲手把你推向花玉营的。我说这些，不是想要怎么样。毕竟，你已经要成婚了，而且你要与仙门为敌。即便我现在不是仙门弟子，也不可能与叶族为友。只是，我们稀里糊涂相交了这么久，总该有个了结。了结。好。我话已经说完，此后
你我便都可以放下了。我平生最恨背着人勾勾搭搭的贱蹄子，没想到还勾搭到我主人头上了。这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就是你们仙门中人的做派。嘿，真不要脸！白姑娘，我们叶族的人素来敢爱敢恨，只要是我们看上的，无论他是否有婚约、家室，都要争一争。但我们向来看不惯在背后搞动作的人。叶晨渊，人家白姑娘已经吐露了心事，你是否也应该做出决定？是他一厢情愿缠着我，与我无关。这九重霄的人竟如此死缠烂打。就是，主人岂会看上此等卑贱女子？小英，我来了。师尊，你伤到哪儿了？我没事。我带你离开这儿。慢着，叶晨渊，还想要做什么？你的东西拿走。小野，我们走吧。多谢师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与叶晨渊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九重霄才是你的家，跟我回去吧。师尊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当日在仙门，无一人相信我。若我回去，他们定然不会放过我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拿你祭剑是几位长老擅自决定的事情，他们私自使用禁术，已然触犯了天规。我已找到证据，定会在仙主面前还你一个公道。可是，小野，我相信你，但你手中神剑乃是仙门之物，你若一直被九重霄通缉，如何才能报仇？回去借仙门之力，才能助你斩杀叶神。你相信我，师尊一定会在九重霄给你一个立足之地。
白小莹，你这个叛徒，还不跪下！云雅，你也要背叛九重霄吗？决战之日的事情还有颇多疑点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云雅，我从未见过你如此失态。你既已将白小樱带回九重霄，又为何要袒护她呢？先主明鉴，此事起因乃白小樱困于阵法中而爆发。此阵法是禁术，谁知道是否会令人走火入魔？你有何证据证明那阵法乃是禁术？我查阅过上古卷宗，有此禁术记载。原来那天是有人对小樱使了禁术。小樱到底是不是叛徒？不会的，我相信小樱。师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白小樱之前资质平平，可试炼大会后却功力大增，她定是妖邪。长老们用妖邪祭剑，有何不可？再说了，她那日给你下毒，可见包藏祸心。她这样恶劣的人，你难道还要维护她吗？说她是妖邪，证据何在？至于我，是那日我自己吃错了东西，与小樱无关。师尊，你竟如此维护她，莫不是对她有了爱慕之心？她一个洒扫杂役，却也是云秀阁的弟子，如此，怕是有违纲常吧？这不可能，小樱不可能的。无妨，交给我。我的确有私心，我对我门下的每一名弟子都有同样的爱护之心。如今我的徒儿遭到了不公，我自然要替他讨回公道，不然我就枉做了他的师尊。禁术之事是本尊授意的，他体内之力并非正道，我又岂能将仙门神剑交在他手里呢？云崖敢以性命相保，小樱绝非夜族之人。云雅，本尊从未见过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可见此女对你的影响不容小觑。我又如何能信你不是受她的蛊惑呢？云崖无意顶撞仙主，只是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妖邪。你又有何证据证明她不是呢？仙主，若我没记错，仙门有一碎灵阵，专门炼化夜族俘虏的身体和灵魂，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。若是常人进入，只有噬心之痛；若是夜族中人，则灰飞烟灭。仙主若不信，小樱可前往碎灵阵，自证清白。此法太过残忍，小樱，你不必如此。师尊放心，小樱现在十分确定，我体内并非夜神之力，因为叶辰元根本不是夜神。众仙，开启碎灵阵。慢着！小樱此次前去，若是证明了她的清白，该如何？你要如何？若是能够证明小樱的清白，她便是堂堂正正迎娶神剑，理应尊她为执剑人。本尊可以答应，只要她能走出碎灵阵，就是我九重霄执剑人。
真的要撑不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师尊。没死。仙灵人已给出了答案，我并非夜组织，体内并无夜神之力，如何？看来是本尊错了。既然是我们误会了白小莹，理当还她执剑人之位。白小莹，从此以后，铲除夜神、拯救三界的重任，就交由你了。多谢仙主。小莹，在想什么呢？师尊，多谢师尊亲力相助，帮我洗清冤屈。以后我在三界中也有个堂堂正正的身份了。你是我的弟子，帮你洗清冤屈也是我应当做的。只不过此次进入碎灵阵太过冒险，之后万不可任性而为。我当时只是不想师尊为难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提醒你：不管你和叶辰渊有何渊源，战神的职责便是斩杀夜神，对抗夜族。你可明白？我明白的，师尊。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。你这是何意？你怎么如此不解风情？罢了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可以来教教你。你忘了，我们联姻只是交易。你把剑经给我，我和你联姻成为夫妻，共治夜族。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我真正的妻子。不是吧？你要我守活寡？是你要用联姻当做条件的，说你不想了，
我们可以聊聊别的。叶晨渊，白小莹已经回到九重霄，成为要杀你的执剑人。你这个时候才来跟我玩花招，是不是太晚了点儿？你死心吧，他和我们现在已经是敌人了，你和他也再无可能。你给我住嘴！你这副模样，我倒是更喜欢。哼。是你吗？叶晨渊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果然做了执剑人。九重霄如此待你，你还愿意回来守护他？我该说你是宽宏大量，还是利欲熏心？亦或者情之所至？叶晨渊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才离开叶族多久，便和你的师尊勾搭在一起。师徒有伦，九重霄竟如此放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我师尊护我敬我，帮我洗清冤屈，还我执剑人身份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又与你何干？走。休想带走小莹！就凭你！师尊，跟我走。小莹，放开我！这就是你连剑经都不要，非要离开的原因吗？叶晨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怎么低声下气求你不要取花于影，你是怎么说？现在你又改变主意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不想要剑经了吗？我当然要。小莹，师尊，你小莹，你为何要替叶族求情？师尊，你误会了，他并非是来开战，他是来帮我们拿回剑经的。剑经是为了使神剑开封斩杀叶神，他为何要帮你找剑经？师尊，此事我稍后再详细告诉你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他此行绝无恶意。我们的账之后一定算清。今日的会谈不适合在九重霄，我作为人族的见证人，选择在人界这里进行。叶晨渊代表叶族，师尊则代表九重霄。剑经在何处？还在叶族花语影那里。小英说你并非叶神，果然，叶神怎么会输给自己的手下？你不也输给自己的徒弟了吗？还想杀了徒弟？若不是因为你，他又怎会当叛徒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今日还能活生生的坐在你面前吗？
那些就是不提也罢。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借助师尊的力量，这样，花玉营便不再是我们的对手。叶沉渊借机夺回叶族，我们则拿回剑晶。萧莹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他。还不如我直接带着九重霄攻入叶族，夺取剑晶。就凭你，还没进叶族就身首异处，你什么意思？师尊，若是你不信，可以拿真意水试一试。叶沉渊，若是我们助你扳倒花羽影，你是否会将剑晶交给我们？是。师尊，你来。你夺剑晶是为了小莹吗？师尊，这种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小莹？是。我没什么好问了。就按计划行事。我去召集人手。好。你倒是问够了，接下来该我问了。叶沉渊，你不要！你是不是也喜欢白小莹？是。好，如此甚好。既然大家都说得一清二楚，也不必藏着掖着。叶沉渊，你刚刚为什么这么问师尊？我倒要问问你，在九重霄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师尊，我当然要知道你敬爱的师尊对你是什么感觉。他那是……算了，与你说不明白。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我想听你最真实的想法。
怎么回事？带了这么多夜族人？他们是我亲自训练的仙兵伪装的，毕竟花玉营以性命绑定了剑姬，我们必须偷袭，而后将他生擒。还以为你多厉害，不过是当初我用过的战术。那好，那到时全部听我指挥。这些都是九重霄的人，自然是听我号令。哎，等等，我们可以先去夜族部署，然后寻求一个最稳妥的战略。还是小鹰想得周到，我们走吧。叶晨渊来过吗？回大人，并未来过。岂有此理！好，叶晨渊，不管你玩什么花招，反正你一定会来这儿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四处寻你，都不见你的身影。我准备了一份稀世宝物，要送给夜族的新主人。夜族的新主人，也是，很快就是我们了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若你乖乖投降，交出我们要的东西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来人！叶晨渊，你这样勾结仙门之人，可没有人会服你。连仙门的执剑人都是我的盟友。你问问大家，是愿意跟你，还是跟我？拜见叶神大人，拜见叶神大人。拜见叶神大人。这剑经就归还于你。但烦请你们在这里看守花雨影数日，待我功力恢复，便来带走他。成交。剑经开封神剑期间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影响神剑开封。此次神剑得以开封，云崖、小莹功不可没，是为我九重霄的功臣。今后若有任何人对他们二人不敬，便是与整个九重霄为敌。是。仙主，我有要事需要向仙主单独禀报。小莹啊，这是本尊的密室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你有何事要禀报，尽管放心说吧。我在夜族偶然探得，叶晨渊并非夜神，真正的夜神另有其人。对于叶晨渊此人，你了解多少啊？他功力极高，
三界能与之抗衡者少之又少。但他20年前才来到夜族，之后就一直闭关，就连夜族的事务也不由他过问。那你可知，夜神之力每300年苏醒一次，皆是随着容器降生世间。叶晨渊不是夜神本身，他是夜神容器。夜神容器。此事还要从1500年前的往事说起呀。这画像中人乃是神女西武，我与她还有祭白帝君同为仙友。1500年前，夜族为抢占我仙门增进修为的圣权，发动了一场对仙门的战争。在我与祭白帝君殊死抵抗之下，夜族节节败退。正当我要将这群妖孽铲除之时，夜族之王内心的愤怒、记恨爆发到了极致，成了无人能敌的夜神。夜族在夜神的带领下强占人界，生灵涂炭。为保仙门圣权，刚刚诞下女婴的神女西无，使用了仙门禁术，将夜神封印于至纯至净的灵魂。诸天归位，以我之灵，天地为鉴，封！原来事情是这样，可封印夜神的容器是个女婴，并非男孩。那证明叶晨渊绝不可能是夜神。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世间了。这1500年，夜神已经复活了5次。因此，叶晨渊到底是不是新的容器，不能仅凭你一时之差，因为人人都看得到，他所驱使的力量的确是夜神之力。如果他不是夜神，那就更需要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。小莹明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师尊，与仙主聊得如何？我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夜神的事情。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叶晨渊绝非夜神，也并非杀害我母亲的人。我需要找到真正的夜神，替我母亲报仇，也算完成作为执剑人的使命。小妍，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就算他不是夜神，不是杀你母亲的人，但他也是夜族中人。这么多年，夜族为祸三界，惨死无辜的人数不胜数。况且叶晨渊20年前就到了夜族，那么10年前的惨案便是在他统领时期发生。即使你不确定当天遇到的人是不是他，但他依然有责任。好了，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，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